亲节快乐！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Hello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？阿布，我爱你，母亲节快乐。拜拜。我也爱你。阿布，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啊？什么？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对啊，是阿妈。嗨，阿妈。阿妈，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，拜拜。你都怎样了？慢一点，讲慢一点。阿妈。母亲节快乐。对。好啦，谢谢啦。拜拜。喂，小布，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妈妈是我。哎，怎么了？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你说什么啦？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其他人安静，要讲完对话，不要。抽氧机做好。喂，我是心宇。喂。喂，妹妹。我是心宇。弟弟。对。怎样？阿爸，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啊？母亲节快乐。你怎样？母亲节快乐。喂，喂，爸，爸，我是刘千米。你们要讲内容？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母亲节，啊？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啦。我是陈曦。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母亲节快乐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喂。妈，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